曼聯隊史嘅隱瞞排行榜第一位係普巴1617下窗，喺祖雲達斯以1.05億歐元嘅價格轉會過到嚟曼聯嘅第一內鬼。第二位係安東尼啊，22到23賽季嘅下窗喺亞積士9500萬歐轉會，英超就圓規，西甲就完神啊。第三位馬古尼19到20嘅下窗8500萬歐，從李斯特城轉會過嚟曼聯嘅新中鋒馬航姆。第三位辛祖21到22賽季嘅下窗8500萬歐，從多蒙特轉入，連曼聯飯堂都冇得入啊！第五位呢係盧卡古啊，17到18下窗啦，8470萬歐，從愛華頓引進，分唔清球門位置嘅比利時中鋒。第六位何積倫特23-24賽季嘅下窗，從亞特蘭大以7780萬歐嘅轉會費過到嚟，打東盟明星隊都辛苦嘅高大帥啊！第七位迪馬利亞以7500萬歐喺14-15賽季嘅下窗從皇馬轉會過嚟，係捷翼喺奧脱福嘅世界盃冠軍。第八位古恩夏25到26賽季嘅下窗以7414萬歐從狼隊轉會過嚟，最新版本嘅英超狼王。第九位卡斯米路22到23賽季下窗當中係從皇馬7065萬歐轉會過嚟，就快冇油嘅胖虎啊！第十位美神蒙特23到24賽季嘅下窗，亦都從車路士以6770萬歐嘅價格轉會過嚟，亦都係亞摩廉嘅最新寵兒啊！